收到了一份请柬，这是外管局老大子女结婚的一个邀请函哈。老挝的它这个请柬里面呢都有二维码，而这个邀请函里面呢就有5个二维码。今天呢我就深度的给大家解析一下这5个二维码是干什么用的。我不是经常去参加这些婚礼啊或是宴会啊什么的吗？我们都是要放点钱的哈，或多或少哈。然后很多的评论区呢就说是他们贪污，其实不是的，这是他们老挝的这种风土人情。这一个的话呢，就是上次省长儿子结婚的一个请柬哈，非常的高大上。它这里呢也有4个二维码，等一下我一一的给你们解释。给你们解释完了之后呢，带你们去婚礼现场看看，因为今天的婚礼现场伴娘团队颜值非常非常的高。右边的内容呢，就是谁和谁结婚，在什么地点、什么时间。然后这边2个二维码的话呢，是一个是办理酒席的地方，就是派对地图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娘家的地图。那为什么不放新郎家的地图呢？因为老挝啊，它是母系社会，一般结婚的话是男方住到女方家里。那这上面的话就是收款二维码了哈，美金、泰铢、老挝币。然后这个是省里的邀请函，它就写的比较详细了哈，什么时候仪式，什么时候喝酒都很清楚。这是新娘跟新郎，然后下面是宴会时间几点到几点，然后最下面是4个二维码，新娘家的地图，然后是3个老挝币、泰铢、美元的收款码，非常的现实，对不对？你人如果去不了的话呢，可以转账给他，美金账号、泰铢账号、老挝币账号都有了。这里是老挝，这是他们的风土人情，这是他们的风俗，所以下次看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不要说他们贪污受贿了，这是他们的风俗。现在带你们去婚礼现场看一下。靠那边停地点嘛，我们两个走。往左边走。对，这里呢是一个学校，里面的场地非常非常的大。那大家不是在这里。这是老挝的筒裙啊，不管是去参加婚礼呢，还是说去某个部门，都必须是要穿这个东西。
บอก